台铁产业工会不满台铁公司化草案无经过劳资协商就送到立法院，而且伫初7就被审查。台铁产业工会就提早召开记者会，强调安全条例无做到到，就无应该硬要立法。因也表示讲会参加5月初1劳动节的大游行，拒绝加班。5.1凯道真平安，黑箱条例莫闯关。台铁公司化条例草案初7就要伫立法院来审查，不过台铁产业工会也是认为政府爱正视因的诉求，像安全改革、基层参与等等，要求3承诺3参与。这6点我们也分别已经送出了劳资争议调解，送出调解申请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，就是交通部跟台铁局应该要，如果是真的为台铁的行车安全要希望有保障的话，那应该就要同意工会的诉求，签下白纸黑字。台铁产业工会批评将要审查的失地条例草案，不断强调资产财务分配有关安全的部分，也是真铺拍。虽然交通部长有讲过会采纳工会版本5项条文，不过对因来讲无实质的安全条例，专案就无应该强行立法。另外，产业工会嘛宣布会加入台铁企业工会5.1依法放假的就开道游行。我们可以让请假的员工来跟我们台铁产工一起上街头去进行5.1游行。5.1游行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都有陆续参与过，只是我们这次算是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要动员会员跟员工来参加。台铁产业工会表示，伫发起5.1拒绝加班连续以来，2礼拜就收到9000份的意思，而且又搁咧增加。因嘛呼吁员工爱站出来争取权益，面对工会的行动，台铁表示暂无回应。记者陈亚文、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